真如寺是一座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街道的佛教寺庙，始建于南宋，现为上海四大佛寺之一。其元代大殿被列为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上海四大佛寺之一。南宋嘉定年间，和尚永安建真如院于官场。元延佑7年1320年重建并改称真如寺，寺名取自佛经《成唯识论》中的真实如常之意。真如寺也叫普陀真如寺，占地近20亩，建筑面积1370平方米。真如寺原名万寿寺，俗称大庙，全国文物保护单位。上海普陀区境内历史上曾有不少寺庙，但绝大多数都已废毁。留存下来的寺庙，以真如寺为建寺最早，影响最深。此寺庙原在官场今大厂附近，称真如院。真如寺，上海著名的佛寺，原名万寿寺，俗称大庙，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。
这儿了。